你有冇諗過點解傷風感冒嘅常見病徵係咳、打嚏、流鼻水，而唔係肚痛、放屁、打喊路呢？其實呢一切都係細菌同埋病毒嘅陰謀。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勇 ，Pfizer 嘅 Senior Medical Affairs Manager。細菌同病毒可能大家聽就聽得多啦，但係兩者有乜分別？你又知唔知呢？佢哋究竟點樣傳播、點樣演變、點樣影響我哋嘅身體呢？今集講呢啲，我就會用肺炎球菌同埋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兩個常見嘅細菌同埋病毒嚟同大家解釋，仲會話你知點樣可以保護好自己同埋屋企人，唔好俾佢哋得逞。要講細菌同埋病毒有咩分別，可以由佢哋嘅繁殖講起。細菌係單細胞生物，有細胞壁可以自己繁殖。例如肺炎球菌就係一隻可以自己喺鼻腔生長嘅細菌，而病毒就唔同啦，佢唔算係一種生物，自己唔識繁殖，一定要挾持住你嘅細胞去複製自己。RSV 就係典型嘅例子，專攻呼吸道細胞。仲有一個有趣嘅冷知識，原來有種叫細菌體嘅病毒，專門感染細菌同埋喺細菌入邊繁殖，就連細菌都逃唔過佢哋嘅魔掌啦。我哋人類中意去旅行，中意去探索呢個世界啦。但係細菌同埋病毒之所以會喺人與人之間嗰度傳播，就唔係因為佢哋有意識或者有手有腳，而係一個求生同埋開枝散葉嘅策略。咁細菌同埋病毒係點樣可以令佢自己周圍走嘅呢？喺傷風感冒嘅例子就係令你咳、令你流鼻水、令你打乞嗤啦。肺炎球菌主要係靠咳嗽、打乞嗤產生嘅飛沫傳播。其他人如果唔小心接觸到患者嘅口水或者鼻水，亦都可能因為咁而感染。特別之處係呢隻細菌可以長期匿埋喺健康人體嘅鼻腔入邊，令啲健康嘅人咧成為冇症狀帶菌者。呢啲人自己可能冇病徵，但係照樣有可能將呢啲細菌傳播俾其他人。RSV 嘅傳播方式亦都相當類似，除咗咳嗽同埋打乞嗤嘅飛沫之外，亦都可以透過直接接觸傳播。如果家長自己感染咗 RSV 嘅病毒，然後去抱 BB 錫小朋友嘅話，就有機會將 RSV 病毒傳俾小朋友啦。更加恐怖嘅係 RSV 可以喺硬物表面，例如台面、門柄、玩具上面生存幾個鐘，手掂完之後再摸眼、鼻、口都有可能中招㗎。細菌、病毒毒性同埋演變方向都唔一樣，甚至喺唔同人身上都有分別。好似 RSV 咁，對某啲人嚟講就好似普通感冒咁樣，但對 BB 同長者就可能引發嚴重嘅併發症，例如嚴重嘅肺炎。另外，有啲病毒為咗長久永流傳，就會隨住時間變得冇咁致命，從而感染更加多人，就好似 COVID 某啲變種咁樣。不過，亦都有啲病毒維持超高嘅死亡率，伊波拉病毒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不過，正正因為佢死亡率高，變相佢哋就少啲機會傳播俾更加多人啦。至於細菌，例如肺炎球菌感染咗嘅話，除咗有機會引發肺炎，仲可以導致敗血症、腦膜炎等等嘅嚴重疾病。而細菌帶俾人類嘅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就係抗藥性，好似肺炎球菌咁，好多血清型已經對抗生素有抗藥性，令治療難度大大增加。要解決呢個問題，都係預防勝於治療。接種肺炎球菌疫苗就係其中一種可以有效防範感染肺炎球菌嘅方法啦。其實好多時病毒都會幫細菌打開大門，又用 RSV 同埋肺炎球菌嚟做例子啊。RSV 會破壞你呼吸道嘅上皮細胞，觸發免疫反應。呢個時候肺炎球菌就有機可乘，令患者容易出現二次感染啦。所以一啲呼吸道感染嚴重嘅病人，有可能唔係單一感染，有機會係先中 RSV 再中肺炎球菌㗎。喺澳洲嘅一個研究就發現，感染咗 RSV 嘅患者之中，有成64% 同時帶有肺炎球菌，比其他病毒嘅感染多出18%。換句話講，RSV 病毒同埋肺炎球菌係有機會一齊出現㗎，所以講到尾，無論係細菌定係病毒，我哋都要做足預防措施。一旦俾咗條山路佢哋行，後果可以係非常嚴重㗎。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或者長者嘅話，記得揾醫生了解一下，佢哋適唔適合接種 RSV 同埋肺炎球菌疫苗啦。最後記得 Like、Share、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撳埋個鐘仔，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新片嘅通知啦。下集再見，拜拜。